搁再来关心高雄市议会上新的现状。今天高雄市政府财政这么困难，好啦，请坐啦。是我韩国瑜造成的。他答非所问呐，好不好？答非所问，你要不要答这个齐家治国民天下？一开始就说错了，我要纠正你的讲法。不是，刚刚问你，你要告诉我你是下个礼拜才来参加，今天之前你参加哪一天呐？你告诉我吧。我第一次参加是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先生，我的右手边坐的卢秀燕、侯友宜。很好，你参加过一次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说我通通没参加过呢？所以你叫你答我，你为什么不答我呢？为高雄市民争取中央的福利补助，绝对不遗余力。而且今天欠300多亿的钱，也给你了吗？是我韩国瑜借的。苏院长不都给你了吗？是你民进党执政20-30年，你送来是因为高雄市政府现在根本就没有钱了。都给你支持了吗？议员，你过去几十年议员为什么不咨询民进党？为什么借这么多钱？我怎么没有咨询？去年花10几亿铺路，一场办5000个洞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咨询你还更这么多弊案，你为什么不说？我告诉你，我咨询你比你更民进党，你双重标准，知道吗？咨询你还很客气。议员，你是双重标准。我还有时间限制来。花10几亿盖的路1年，一场办5000个洞，我们团队修了133条路，你不讲一句赞美的话。高雄是全台湾因为你民进党对民进党执政所有的错误，你一概不承认。任职5个月10天，你是非不分，用政党看一切事情，所以你这种议员，我觉得是不及格的。6都是暴力，街头暴力下降最多的，包括金富案，包括善款高雄上升最多，因为市长天天想选总统，没有关心治安。所以让我们高雄市在治安这么漏气。你尽量讲下去剪贴，把我变成一个大坏蛋，好不好？市长，你尽量去讲。你当王八蛋，你当王八蛋，高雄市民留点住，你不要当王八蛋。你就把我变成一个大坏蛋没关系。但是你没有凭着良心讲。刚才黄远执行李四川，我们铺了133条路，我们这么辛苦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为什么不说？高雄市民今晚一家道理，你要怎样？大家在问哦，你假爸嘞，哈！那高雄市民出去，议员，我非常抱歉啊。今天这个团队撤掉，我都不离开，因为我尊重你。没有，但是因为你的议题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没有，完全没有标准，没有是非，他没有表现，这就是典型民进党不表达，是你的事务团队不表达。不愿意负责任，我不理解。他不举手，我不够尊重你吗？不举手。团队离开我不离开，我尊重你。但是你咨询，你有一套标准，不会两套标准。这个给你很没有面子了，市长。我们修了133条路。高雄市民哦，高雄没发大财，我期待你让我们发大财。为什么？肚臭你没有用的，因为你是现任的市长。你如果做不好，做的让高雄市不幸福，高雄人做我民主，来。所有高雄市民没有赚钱，只有你赚钱。高雄市民到今哪有发财？大家都问我吃饱未？即摆拢无咧问吃饱未？大家讲，每到高雄人讲，你有发大财不？还笑我们，说我们没有发财。3个月你们选的市总要拍拍屁股要去选总统，要去征服宇宙，没有发财，只有你发财。我说哪里只有你发财？选总统选举募款，民间的企业赞助有钱无？这个正常啦，大家募款。好，但是阮议员哦，要募的时阵足困难，拢互市长的募了啦，议员拢募无啦。